歡迎大家嚟到城市如何文化。喺城市如何文化裏邊，我余國烈會邀請唔同嘅朋友上嚟同我傾偈，傾下喺城市裏邊嘅唔同嘅角度嚟到睇文化呢件事嘅。今次好開心，我可以請到一個新朋友，叫 Sonny 係馬君琪博士。咁講係咪好啲？或者你介紹下自己先。係，大家好，我係 Sonny XONI 嘅英文名比較特別啲。我係香港戶外生態教協會嘅創辦啦，同埋教育總監。多謝 Louis 邀請，係啦。我想開始嘅時候咧，問一個好 basic、好簡單嘅問題，好大嘅、好闊嘅咁樣。對你嚟講，乜嘢係大自然啊？哇，好 basic，但係可以講到好深嘅。係啊，係啊。你中意點講啊？點講？好，大自然首先即係最 common 嘅理解就係個自然環境啦。咁如果從個學術個角度去出發咧，大自然咧就包咗 living thing 同 non-living things 嘅。living things 即係各種生命體啦，係啊，例如各種動植物啊，各種嘅生物啊，生命體。咁啊 non-living things 係咩？空氣啊、水啊、石頭啊，咁加埋咧，呢個就係個 environment 個大自然啊，個 nature。咁同人有冇關係㗎？人咧，人都生咗好多living and non-living things 嘅出嚟嘅喎。所以人其實你可以話喺個大自然入面，你都可以話勾入個大自然。呢個係好多年好多人 keep 住去辯論呢件事，因為我係裏邊嘅一部分啦，因為係一個高啲嘅生物即係高啲嘅物種咁樣啊。我諗冇一個定案，睇你點睇啦。呢個就係因為牽涉到呢個環境倫理嘅問題啦。人到底係咪大自然一部分咧？係同唔係咧？都有好大影響嘅。我想問啲我想好啦，講完一啲學術性嘅嘢，我想問下個人啦。你自己問翻你自己作為一個人，你呢個同大自然同你嘅觀念嘅感覺體驗嘅轉變嘅歷程係點啊？我自己有趣嘅地方係我好細個開始食素嘅。係我6歲開始食素，咁蛋奶素啦。係啊，我嗰陣時食素嘅原因就係我唔想動物因為我而死咯，咁啊開始咗食素。6歲喎，係啊，係家庭原因都係自己自發。家庭都當然有影響，都有我媽係食素嘅。OK，係啊，咁佢又一開始冇逼我食素嘅，咁啊細個開始都係有食肉啦，咁但係大個咗啦，佢又問我，佢知我自己識得去思考啊嘛。係6歲差唔多啦，咁問我喂，你想食素啊？好啊，咁就係啊，咁樣開始。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一直覺得，即係你頭先一開始嘅問題，人同大自然係一個點樣嘅關係？我自己理解，對我嚟講，我就係大自然一部分咯。你係咁睇嘅？我係咁睇嘅。你即係你並不是覺得大自然係為我所用嘅？唔係嘅。好細個已經咁樣諗啦。好細個就係覺得我同動物係一個應該我唔應該傷害佢啫，有少少平等咁樣啦。咁當然細個唔識用呢啲 terms 啦。咁呢啲觀念呢啲觀念一路喺成長裏邊係慢慢增強啊，因為中間都經歷一啲挑戰嘅。我諗係喺個社會裏慢慢增強嘅。係啊，咁增強得好快嘅。有咩事件增強係啊？咁有好幾個有趣嘅經歷嘅，有一個係因為本身食素啦，咁但係你中學我讀 biology 嘅，係咁讀生物咧，你要做實驗啊，其中一個實驗咧就劏解剖動物，係啊，咁嗰陣時咧有我係中6啊應該，咁我生物科阿 Sir 啦，就要我哋同學仔咧自己親手咧係焗暈隻田雞，然後再去解剖佢。嗱，因為我冇讀啊，因為平時咧就係呢啲動物咧係個 lab tech 處理咗啦，擺出嚟咧俾你解剖，佢已經死咗噶啦嘛。咁係個阿 Sir 特別要求嘅，因為通常係點樣嘅？通常就係個 lab tech 處理晒，咁咪淨係拎隻田雞或者老鼠出嚟俾湯。即係佢個人有呢個，佢想做呢件事。佢想我哋自己親手焗暈隻田雞，整死佢，然後我哋自己湯。個原因係因為佢要我哋自己親身經歷呢件事啊，你先會懂得珍惜個生命。因為你好似喂人哋搞掂晒啦，俾你算係負責湯嘛，你唔會覺得個田雞為你犧牲咗定 whatsoever。但係當親手自己焗暈佢，你睇住個田雞個 beak 度掙扎焗落去，哇！啲女仔真係叫嘅，喊嘅有陣時，甚至咁係殘忍嘅，你可以話睇住佢死，自己親手整死佢。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叫咩啊？一個教育嘅好呢個叫咩？衝擊嘅教育咯，係啊！你就依個經驗得到一個珍惜嘅個心態，珍惜生命嘅個心態或者態度。咁我自己有個 conflict 啦，
喂，我食素㗎喎，我殺唔殺佢咧？係咁我最後決定咗我做嘅，我照做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喺我做嘅時候，我同佢即係去咗個願啦，即係我希望以後我可以做啲有意義嘅事，回報翻你嘅犧牲啦，咁咯。咁但係之後經歷咗副學士入翻大學，咁啊讀咗生態，咁啊真係認識從一個 scientific 嘅角度認識生態、生物多樣性係咩件事，咁就越嚟越加強我呢個信念啦。最後而家做教育就更加啦，係啊。咁就咁睇，就咁聽你所講，即係你基本上係一路喺度增強自己話，即係人其實係大自然嘅一部分，而並不是大自然係為我所用。係咁，我唔係嘅喎，我由細到大，我好細個讀天主教學校啦。咁天主教學校即係由讀聖經開始啦。我係我係中三自己領洗嘅，即係家庭係冇咁樣嘅觀念啦，冇咁樣嘅信仰啦。咁我自己話我想領洗入天主教。咁所以我一段時間我睇好多關於天主教，即係當年嗰陣時應該係70-80年代，即係嗰段時間嘅教育咧，就係基本上個態度咧都係大自然為我所用㗎。咁呢個都係好西方，即係過去呢幾百年，唔止幾百年啦，基本上個思維都係咁。天主創造萬物係俾我哋用噶嘛，咁樣。我覺得呢件事都好合理，而家都係好配合個社會嘅諗法嘅。個社會都係覺得大自然係為我哋所用咯。咁人係高啲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對於食素又唔係喺我呢度我身邊嚟到睇啦，咁樣。即係我冇咁樣做啦。咁同埋我都始終覺得同埋我自己一路喺城市得好緊要嘅地方生活，即係大自然同埋我都係隔開嘅，即係好多我見唔到好多活的生物啦，又冇好深刻嘅同動物啊或者寵物啊咁樣嘅經歷咯，咁樣。咁所以對我嚟講，大自然係人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咧，好對我嚟講係一啲思考或者係我睇書嘅時候慢慢攞翻嚟嘅嘢。如果你問我有冇一個天生嘅咁樣嘅諗法，或者係有冇一啲經歷裏邊得到呢一件事，冇嘅。我純粹係一個理智上、理性上、喺個思維裏邊學習翻嚟嘅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件事。咁但係唔係入到去我自己嗰個基本上嘅人嘅價值觀裏邊呢？我覺得唔係咯。即係我覺得好似一個選擇咁樣，即係我可以咁，又可以係咁，即係一個理性嘅交鋒。係啊，呢個就係好正常，因為唔同人點樣去諗呢件事就係唔同咯。咁我哋基本可以概括呢。即係我從過往嘅 study 去探討咧，人咧同點樣理解個大自然咧個關係有三大類嘅。咁第一類咧，我哋叫做咧人類中心主義，係 anthropocentrism，就係覺得人咧就係你頭先你講啦，可能係我可以 control 個世界嘅，可以用個大自然嘅 everything 嘅。個原因個背後嘅原因係因為咧有啲人咧，我如果講係強人類中心主義嗰啲朋友咧，佢覺得咧其他生物咧係冇 intrinsic value 嘅，冇內在價值嘅。如果你覺得嗰樣嘢係冇 intrinsic value 咧，你對佢咧就唔需要有咩 moral duty 嘅，冇道德責任嘅。係啊，你覺得你對佢冇道德責任咧，你就唔使 take care of it 啦。冇責任，但我可以主動嘅，我可以施以同情咯，咁樣嚇。即係我要仁慈嘅時候，可以對佢仁慈。佢為我所用嘅時候，我咪黑埋眼咁咪照做咯。咁冇一個叫責任咯，係我嘅選擇嚟嘅。即係我對大自然嗰個仁慈或者其他生物嘅點係我嘅權嘅選擇嘅一部分，我可以要，我可以俾，亦都可以拎走咯。係咁有啲朋友咧，我哋叫弱人類中心主義，佢又覺得咧其他生命體動植物都好啦，佢係有 intrinsic value， 但係比人低，比人少。咁所以咧，佢都有價值，佢本身係都係一個生命，係一個，但係一個低一層嘅生命。冇錯，所以如果稱起上嚟有啲嘢咧，就人行先，佢哋就唔會行先啦。咁即係可以共存就共存，唔可以共存嘅時候，唔好意思，我要食你啦咁樣。咁仲有另一樣咧，就係我哋而家個主流嗰個聲音嚟嘅，係講而家主流講可持續發展啊嘛。係，其實如果你諗可持續發展背後嘅方向咧，其實你都係諗
邊個嘅可持續發展先？你係講緊人類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嘛？如果人類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咁我哋用完地球咪飛去火星咯？係啊，所以你諗 ST 咧，你係諗緊人類社會嘅可持續發展，但係你要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到，你都要保護個環境嘅。但係個出發點都係人先嘅。咁我哋叫呢種咧叫做 prudential 嘅 anthropocentrism， 審慎嘅人類中心主義，即係佢係諗落人嘅 long term benefits。諗到人嘅 long term benefit 咧，咁你就要 take care 下一個環境啦。咁變咗審慎的意思就係一個有長遠思維的人類中心主義。Exactly. 就即係話你食晒佢，咁你冇噶咯。咁樣你自己都始終即係你始終你都會受害。係咁用長遠思維嚟到諗嘅時候就共存係好緊要啦。咁樣係好啦。咁呢個第一種啦，人類中心主義。咁就有兩種係咩咧？第二種叫生命中心主義。係點樣？係點樣咧？其實你生命中心主義嘅朋友咧，就會咧覺得每一個 individual 嘅 organism 都有佢嘅價值嘅，即係例如一隻貓、一隻狗，只要佢有生命就得啦。只要佢有生命，我就要 respect 佢。而且佢係有 intrinsic value， 佢係有 rights 嘅，佢有權利嘅。係，所以例如有啲朋友講動物權益。就係嚟自依個嘅思考模式，或者一啲傳統嘅或者係嘅宗教或者即係眾生咁樣個佛家，所以素食都係㗎，係素食嘅朋友即係包括我啦，生命都係講緊尊重每一條生命 ，even 係一隻嘅 individual， 係啦。咁第三類咩咧？就係生態中心主義 （ecocentrism）。咁咧，呢啲朋友咧就唔止係 value 一個 individual 嘅。反而咧，佢係 value 咧成個 ecosystem 萬物嘅，即係覺得要保持個生態平衡，包括埋啲 non-living things， 即係火山都有火山要尊重嘅嘢嘅，係講緊個環境個整體，一個整體一個生態系統，即係並不是以生命作為一條界線。Exactly. 所以調翻轉咧，生態中心主義朋友咧，佢唔一定係 prefer 素食嘅，因為佢覺得食一隻一條魚啦，一隻雞啦，唔會影響個生態系統噶嘛。明白啦，佢唔係睇 individual 嘅，即係好似當地球係一個系統，地球係一個生態系統，咁最重要係地球嗰個生態系統嗰個 well-being， 係啦，Gaia 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大嘅概念，而並不是執着於嗰件事有生命或者冇生命，係佢係一講生態一個大生命可以咁樣睇，係而佢哋係好強調生態系統呢個 harmony 呢個互為啊，嗰個關係啊。我讀生態咧，第一堂教授同我講，記得呢個世界咧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係好重要呢句嘢，同文化都有關係，就可能拉到落去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一定有關係。咁所以講到就係話，可能佢話食一隻雞、食一條魚冇問題，但係佢會好關注就係會唔會一個 species 受到影響，例如呢個 species 喺個食環境度絕咗種，咁啊大件事啦。我覺得得意喎，咁你讀生態嘅時候係 science 嚟㗎嘛？係啊，冇錯嚇。咁但係裏邊有好多 humanities 嘅部分裏邊，其實滲咗落去裏邊。因為你我諗你讀生態嘅時候，其實唔淨止喺裏邊係講緊我哋講科學的角度嚟去睇，喺裏邊都係要睇。就純粹喺科學裏邊，你點分類啊？都已經係睇到你頭先所講嘅幾種唔同嘅人同埋大自然中間嗰種分界係點樣啦。而喺嗰種唔同嘅分類裏邊，亦都係導致裏邊科學裏邊嘅唔同嘅行為，唔同嘅準則，或者係做唔同嘅方向，並不是冇一個即係人同埋文化嘅背景喺個科學後邊咯。有趣嘅地方係，但有冇讀㗎？有冇討論？有趣嘅地方係我讀過3年 ecology， 我係冇學過頭先我講嗰啲嘢。個原因點解我會知咧？冇啊！個原因點解會知咧？因為我讀完3年 bachelor 咧，我繼續讀 PhD 啊嘛。係。咁我 PhD 就係研究香港環境教育嘅。係。咁教育即係牽涉到人啦，係咪？咁點解要做環境教育？就係因為而家個社會有環境問題啊嘛。係。咁我哋要咁環境問題點樣嚟嘅？人教出嚟㗎。係。咁你要改變呢件事，你就要靠教育啦。咁但係教育嘅過程，我首先要知道人到底點睇佢同環境嘅關係啊嘛。咁就其實咪就係頭先嗰個3個環境倫理嘅關係。但係理論上喺 BA 個 level 裏邊開始嘅時候都應該講呢件事啦，因為你唔可以純粹用一個數字啊或者用科學嘅角度嚟睇呢件事，因為後邊都係好多係睇人係點樣睇大自然。
嘅起點噶嘛。咁意思就係話不過我都覺得好多係大學嘅。即係而家個教育制度裏邊咧，都分得好清楚嘅啦，文科同埋理科，同埋咁多嘢學，咁忙，你得3年啫嘛，咁樣喺裏邊已經好忙噶啦，做呢啲嘢，咁樣其他嗰啲你自己有興趣，咪翻去睇書咯，咁樣。如果冇興趣嗰啲就算啦，咁樣。咁因為分工得太仔細啦，你係科學嘅就唔會諗一啲太多，即係盡量避免一啲倫理啊，或者呢啲咁樣嘅觀念性的東西唔好搞啦，咁樣。但係其實好緊要嘅。係啊，咁你變咗你喺思考教育嘅問題裏邊，你就即係開始喺度諗翻最開始嘅時候，即係要諗嘅關於人同大自然嘅關係嘅問題。係啊，因為我做教育，我最後嘅目的係乜啫？好簡單，5大目標嚇。第一，提升大家對環境嘅認知 awareness， 增加人對環境嘅知識 knowledge。第三，改變或者改善人對環境嘅態度啦，有個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第四啦，equip 大家 with 一啲 skills 技能嚇，然後 be the power solution 就 behavioral changes。呢個係我做緊一個目標。咁但係要達成呢啲目標咧，我要透過我教育嘅方法，我哋所謂嘅 intervention 係啦，用唔同嘅方式去達成我嘅目標。但係因為 based on 一開始唔同人本身佢同大自然有唔同嘅想法啊嘛，咁我就要因應唔同人嘅想法而設計唔同類型嘅 intervention，以後達到我想達到嘅目標。就係啦，即係我頭先聽你講一開始嘅時候講嗰5種不同嘅態度啦，咁樣。咁當你做教育嘅時候，你並不是好似一個點心紙咁樣，你剔啦咁樣，咁啊，當然即係社會上的確有唔同人有唔同嘅取態。咁你教育嘅時候都要有立場㗎，都有個立場㗎。咁你可以好公平咁話俾啲學員聽，如果有能力嘅話，低佢叻水啦咁樣，知道或者通過唔同嘅活動啦，等佢哋知道，有唔同嘅態度喎咁樣。咁但係老師你都要有個態度，你嘅態度係點？同埋我參與嘅時候個態度係點？應該有啲取態喺對裏邊咯。而喺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咁我哋好多時就算做教育嘅時候，都要同唔同嘅家長啊、社會啊，或者係商界啊，或者係政府啊，或者係有持不同理念嘅人嚟到傾嘅時候，咁中間係點樣調節嘅咧？抑或係同唔同嘅人講唔同嘅嘢咧？係非常之好嘅問題，係啊，個關鍵就係你點樣去因材施教咯，即係我哋孔子教因材施教。因為頭先講，例如我哋唔同人有唔同想法，咁所以我哋視乎我哋個教育嘅對象啦。例如我教育個對象係啲 corporate， 係啊，咁你同 corporate 講，你邊個取態入手會易入口啲啊？梗係為我所用。我諗而家嗰啲 corporate 有啲會比較用 sustainability 呢個角度嘅，就用長遠角度咯。係 exactly 啦。所以係叫咩？叫做務實啲啊，叫做咩啊？你頭先嗰個係嘅人類中心主義啊。審慎的人類。corporate 係比較，因為我發覺咧 corporate 都幾，因為佢翻工要做啦，咁樣嗰啲 ESG 啊，嗰啲 SD 啊，咁樣佢都背得到㗎，佢都知㗎嚇。所以因為其實我講環境教育基本上一個 value education 價值觀教育，咁所以一定就唔係 value free 嘅，因為係一個價值觀教育。咁可能我對 corporate 可能希望將 strong anthropocentrism 轉為 prudential 嘅 anthropocentrism， 咁我已經成功咗一步啦。係咪？調翻轉，如果我對嘅對象唔係 corporate 嘅，我對嘅對象係一個幼稚園嘅學生。咁你唔會同佢講 SD 噶嘛？你可能同佢，你就從生命中心主義嗰個角度出發咯。你會叫佢珍惜生命啊嘛。即係我哋你欣賞下個蝴蝶用個毛蟲變成蝴蝶係嘛？幾咁呢個過程係幾咁偉大係嘛？幼稚園個同學生佢就對生命係敏感，或者中間有一個同感應喺度。冇錯，有個 empathy 喺度都唔定。所以你就係對唔同對象，你從唔同嘅切入點去講，然後用唔同嘅方法。我想問家長係點樣嘅？家長係點樣的取態？家長即係一般公眾啦。咁一般公眾其實就係包括咗大眾，就乜人都有咯。咁呢個亦都係好有趣嘅。除咗從頭先講嗰個道德同埋嗰個環境倫理去出發咧，另一個方法啦，就係同個文化好嘅關係。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嘢中意噶嘛，係咪？咁就投其所好啦。我就用佢中意嗰啲嘅向度，例如你中意聽歌嘅，佢中意畫畫嘅，係嘛？佢中意寫詩嘅，呢啲係教育嘅方法，從唔同嘅方法入手，而去講出我想帶到
想講嘅嘢咯。即係例如我可以透過畫畫嘅帶個公眾喺大自然畫畫，從而培養到佢同大自然嗰份嘅 connection。係咪？我明多啲啦。意思就即係話，並不是所謂教育，並不是係引導唔同嘅人有一個強烈或者係清晰嘅一個取態喺嗰五格點心紙裏邊。因為人同大自然嘅關係係多層次嘅，喺唔同嘅時候你處理嘅時候，真係唔止係雙重標準，係多重標準添嘅。即係我對住隻豬，我覺得佢係食物；對住隻狗，覺得係寵物啊咁樣。咁好多時真係雙重標準，生活就係係多重標準㗎嘛。咁你唔需要，咁你唔係你真係唔係一個點心紙啊嘛。咁好多時喺人喺面對唔同嘅處境或者回答唔同嘅問題嘅時候，你頭先嗰5種可能佢都會剔咗3、4種係好普遍嘅一件事。咁所以令到佢哋只不過係唔同形式嘅，令到佢反思喺唔同嘅時候嘅取態係點，係咪一定要完全喺個生命裏邊一日24小時用一個標準嚟到做晒所有嘢咧？亦都冇人要求我哋做呢件事，好多時都係混雜噶啦。係啊，因為教育個目的就係要 inspire， 啟發大家去反思自己點樣可以令個社會更加好嘛，即係用自己才能。咁呢件事好多時候都會係有所轉變，例如你頭先講天主教舊有嘅天主教嘅思想，而家唔同啦。同因為上一位教宗佢直頭出咗個通諭，係請各位教友要保護環境、愛護大自然，係咪？同過往都已經好唔同，所以呢件事係 keep 住有變化。同幾十年前、100年前已經唔同晒啦，係已經唔同晒。所以我都文化係真係喺度不停咁變化嘅，絕對係。而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嗰啲文化喺度變化緊。咁你接觸到過去當10年咁樣啊，你個團體咁樣，咁香港呢方面嘅文化係經歷緊一啲什麼的東西？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啦。首先，乜嘢為止接觸大自然嘅文化咧？各個角度睇都得嗬，個角度睇都得，各個角度睇。即係你普通諗接觸大自然啊嘛，行山啦係咪先？咁啊行山文化香港都好盛行其實。哇，越嚟越多新聞係關於行山嘅，冇錯，唔知點解啲意外係越嚟越多係新聞係咁。我覺得呢方面係因為即係大家意識上係對大自然保育嗰件事，我覺得係強咗嘅。希望係啦，我自己都唔知其實係啊，真係要做。如果你話真係要真憑實據講下佢係咪真係強咗咧，就真係要做啲科學啲嘅嘢，係啊。但係感覺總之間唔耐有啲新聞出嚟，而嗰啲新聞咧係好多人會關注同埋轉發呢方面嘅嘢。但係多數都係啲消極啲嘅消息係會咁咯，即係好事就唔會好多人傳咁樣咯。咁但係你會見得到個教育嘅活動係咪多咗先？嗱我自己覺得好似係多啲嘅。如果從個數量講，因為始終例如配合翻政府嘅政策啦，我哋喺之前已經有呢個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啦。咁啱啱亦都翻新咗啦，未來嘅10年 plan 啦。咁政府都有大力去推動呢件事啦。咁所以變相真係做咗出嚟，會唔會啲活動數量係多咗？咁我可以話都應該係嘅，比可能20年前、30年前都一定會係有多咗。我覺得係咯。係啊，但係如果不過有一樣嘢，因為我而家又關注緊啲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有關嘅嘢啦。咁你覺得文化點樣由你嘅工作嘅角度裏邊睇文化呢件事啊？點樣睇文化呢件事？或者係啊個概念。我自己覺得文化同教育好似喎，因為我有睇咗你嘅著作啦。咁你入面 call 咗一句就話文化就係 ways of living 啊嘛。教育都係嘅，因為教育家杜威佢講教育即生活，其實都係講緊你點樣喺個生活入面去 draw out 啲嘢，係啊。咁因為你曉識文化，你講人啦。咁但係我讀生態，我講大自然，大自然可以冇人嘅喎，但係人一定要喺個環境嗰度生活。我都覺得係咁。係啊，因為我覺得文化同大自然最大嘅分別係咩咧？文化唔可以冇人嘅。但係大自然咧係可以冇人嘅，冇錯，佢都有啲 intrinsic 嘅 value 喺裏邊。咁當然 value 係由人睇嘅啦，總之佢唔會理你噶嘛。啱。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我覺得啦嚇，好得意嘅。我好多時我開始而家讀多啲呢啲書，或者係關注啲關於人即係關於大自然嗰啲人嘅
嘅睇法咁樣啦。佢哋成日用一個美字嘅，美麗個美喎。咁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話喺大自然裏邊人感受嗰個美咧，同喺藝術裏邊啲人感受嗰個美係咪有咩唔同嘅咧？咁樣中間係咩唔同？我覺得最大嘅唔同係咩咧？喺藝術嘅範圍裏邊嘅美咧係人類中心主義嘅，人的創造啊嘛，一定係某種形式嘅人的創造。就算畫一幅山水畫，都係個畫家中心，佢自己嘅思維睇得出嚟嗰樣。但係人喺大自然見到嗰個美咧，係覺得自己渺小嘅美啊，係覺得你係覺得冇得頂，你唔想自己個人加啲嘢落去嗰個大自然裏邊咁樣嚟去做。咁所以我覺得係兩個唔同嘅態，但係都係美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對美感嗰個感覺嚟講，所以我終於明白咧點解我嗰啲行山嗰啲朋友咧，其實佢唔係太有興趣走入美術館同埋博物館裏邊嘅，因為嗰山咪有咯咁樣，即係佢要嗰個美感嘅震撼咧，或者嗰個體驗咧。佢會覺得喺行個山裏邊邊個角度都好啦，都係靚嘅。嗰種靚咧係無與倫比的靚，而喺裏邊咧，人係一個觀察者，而唔係一個創造者。而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我點睇文化啊嘛，即係我睇我個工作，我係幫手建構緊個文化咯。係，因為你個著作亦都有講藝術創造係應該行喺個社會之前嘅。我記得一句係咁。教育亦都係咁，教育都應該係行喺個社會之前，帶領個社會點樣可以向好嘅方向行啦，係咪？咁所以例如香港接觸大自然文化，例如頭先講係咁講好多行山，你行山係好多人行山啊，但係頭先講或者頭先講嗰啲活動係多咗，呢啲係量嘅問題。咁但係量只係一個向度啫，我哋講緊係咪真係建立咗一個比較好嘅文化咧？咁又唔係睇一個量啦。要睇個深度啦，係咪？你行山好多人都破壞環境㗎，即係抌垃圾隨地都係抌，咁佢哋為唔出一個大自然，肯定就唔 respect 啦。咁但係佢都係行山嘅。同埋我覺得行山唔講嘢已經係一個爭好遠嘅一件事，即係寧靜地行山同埋keep 住喺度 check 緊行山係兩回事嚟嘅。啱啊。咁你係喺度聽緊大自然嘅嗰啲聲音，因為你一靜嘅話，你聽到啲嘢越嚟越多㗎啦嘛。而係如果你熄手機又係另一種行法啦，咁樣咁你唔打卡又係另一種行法啦，即係你係感受式沉浸落去裏邊啦，抑或喺裏邊，因為你用嗰樣嘢係一個背景，即係好多時大自然，即係尤其是而家咁中意打卡啦咁樣，都係一個 background 嚟嘅，個中心永遠都係咧係邊個咧？就自己咯，就係人咯，絕對係。嗰個好興係咁樣，即係我意思就頭先話，我見到好多朋友就話去即係行中意大自然嘅人咧，佢見到大自然係一種美嚟嘅。但係另外一種咧，就係大自然係一個好好嘅 background 咯，係一個場子嚟嘅。咁中心嘅永遠就係自己喺度，我在這裏。咁所以我覺得係兩個取態咯，兩個取態，兩個態度係裏邊就，我覺得個取態係翻我哋最開頭嗰個講法，其實人係咪高咗嘅，係咪高一級嘅，係咪嗰件事嘅中心，抑或係環境係嗰件事嘅中心？我覺得兩個唔同嘅取態咧，都牽涉到喺唔同嘅活動裏邊。頭先你所講，佢嘅心態係乜嘢？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哋嘅環境教育就要更加努力去做啦。而家就未夠喉嘅，係啊，個原因係。即係未建構到一個好深度嘅依個文化，係個文化係未夠成熟或者未夠好啦。未到啊！係啊，我上年做咗個研究，就係探討香港高小學生同埋佢哋嘅家長個自然連結感 （nature connectedness）。自然連結感係乜嘢呢？就係講緊一個人佢自己 perceive 覺得佢同大自然嘅關係係點，係疏離啊，定係好親，係自己大自然就等於我咁樣呢？咁結果係點呢？結果就係我訪問咗6000個人，即係3000 pair 親子啊，應該咁樣講，加埋6000個人啦。咁得出嘅結論呢，我哋係揾到差唔多30%嘅高小嘅學生呢，係同大自然係低度聯繫嘅。係。咁有趣咧，我就唔係淨係問 nature connection， 我問埋其他，例如個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個心理嗰個健康個 mental health。同一時間呢，都係揾到30%幾嘅學生呢，係 poor 嘅 mental well-being。而我哋經過一啲數據嘅 statistical analysis 咧，我哋見到咧，大自然連結感咧係同人嘅 mental well-being 咧係 highly correlated 嘅，係啊。
咁所以呢個都好符合大家嘅一般嘅想像。係。咁所以你話喂，頭先個問題覺得而家個情況係點？個情況就係咁咯，都仍然有30%嘅小朋友係同大自然係叫做 lost 咗 connection。好啦，再睇多啲，咁我哋真係有冇去先？頭先我講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起碼有接觸先啦。而家就係連咧接觸嘅空間都好少啊。冇啊，佢咪叫學校有個園圃花園仔咯，咁樣咯。係啦，我哋就探討咗學校有冇帶學生去啦，同埋家長有冇帶學生去。從家長嘅層面講啦，我哋揾到咧超過40%嘅家長咧話咧，超過40%家長咧係每半年帶佢嘅仔女接觸大自然一次或者更加少，半年一次或者更加少，超過40%。係啦，而超過almost 60%嘅小朋友咧，喺佢唔使返學嘅日子接觸大自然時間係少過1個鐘，即係 even 佢唔使返學啦，佢去玩啦，佢都唔會大自然嘅，係少過1個鐘，超過60%少過1鐘。咁呢個係家庭嘅層面。咁學校層面係點咧？學校層面咧，我就探討咧，學校會真係帶學生喺大自然學習，唔計嗰啲 BBQ 嗰啲啊，真係要喺有個 meaningful 嘅 learning experience 嘅。如果計呢啲咧，一年咧一個好小學生平均只係得4.43個鐘喺大自然學習，一年得4個幾鐘啫。咁所以無論講個家庭又好，個學校又好，都係好少機會咧俾個小朋友去大自然嘅。咁你小朋友唔會自己去噶嘛？係。咁所以就形成咗個問題啦。咁好矛盾喎，一方面就話又話香港咁大嘅比例係綠色嘅地方啦，咁樣接近係大自然嘅地方啦，有郊野公園啊，有其他唔同嘅綠地啊，咁樣同埋基本上18個區裏邊有18區裏邊有17個都有郊野公園噶嘛，係得油尖旺係冇郊野公園喺裏邊。咁意思即係話其實香港其實有個情況就係即係出門即郊野啊嘛，就係有啲人講嘅。係啊。咁但係香港嗰個喺身邊唔代表你會去啊嘛。係啊。咁你唔去啦，咁樣其實你嗰個香港嗰個即係高壓嘅生活啦，或者係高密度嘅活動空間啦，同埋好忙噶嘛，有好多嘢日日都要不停喺度睇手機啊嘛，咁又要睇電視啊，又要做啲咩，又要上課啊咩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道原來即係缺失嗰個程度係去到呢，咁有冇去到呢個咁樣嘅程度？咁有冇同一啲其他城市啊國家比較？有啊，咁我哋有同例如英國有同加拿大魁北克省，佢哋有相關學者做一樣嘅研究，所以啲數據可以直接比較嘅。咁我哋都係比佢哋差嘅，係啊。但係我哋嘅綠色嘅覆蓋係世界高好多，我哋嘅香港大自然係世界級嘅，係啊。但係調翻轉，我哋接觸嘅時間係世界級嘅低嘅，所以我就覺得好可惜咯。即係你有咁好嘅自然嘅資源，我哋冇好善用呢個自然資源，係for個社會係或者我哋嘅人係活得更加好咯。係啦，咁意思你好多嘢就有得做咯，你做自然教育係啊。咁我想問你一個一個問，咁你咪一個好開心嘅人咯？你由細到大想做嘅嘢，終於做到，可唔可以叫成就解鎖一個開心的人啊？我覺得都係嘅，我都好開心，我覺得係好感恩嘅，即係幸福咯。我覺得幸福係嘛，即係唔知點解好細個有咁嘅感召，有個咁嘅感應，一路去到咁又揾到自己個學科，係啊，咁又碰到世界嘅潮流啊，或者其他嘅有唔同嘅機遇嚟到做呢件事，咁即係做人真係夫復何求啦。係啱啊，即係好感恩，即係係啦。而家尋秦記天命最高啊嘛，即係上天俾個咁嘅條路俾我行，我好感恩嘅。好正好正。今日多謝你上嚟同我哋傾下，我哋遲啲有機會我哋再實體咁樣再傾一傾。好啊，係多謝 Louis。咁恭喜你啊！我覺得即係今日同一個開心嘅人傾咧，我自己都開心啲。多謝晒。好 ，thank you。